有一寡關心弱勢的民間團體今仔日是去到民進黨中央黨部來抗議，講這賴總統有承諾要起13萬戶的社會主體，不過到今呢是攏還未核定，而且即馬閣傳出這目標有可能會降低，原底是13萬戶，即馬竟然要甲改做是4萬戶，這是不拉票。我的訴求就是講，希望賴總統應該愛照伊選舉前的承諾來興建新增加的13萬戶的社會主體。第二就是講，若政策有要做安尼的調整，應該愛開主體的國事會議，大家來探討。包括講你即馬要轉迄個包租代管的這個制度，這個包租代管有啥問題愛去克服，愛去解決，較袂變成弱勢的擺設。這個部分其實大家愛討論。這民間團體是認為講社會主體呢13萬戶要降到4萬戶，這是欠一個公共討論。尤其即馬這厝價已經愈來愈懸啊，賴總統應該就要交代好清楚，看這未來政府到底是要安怎做，也希望講這13萬戶呢會當落實，嘛愛開這個國事會議來討論後一個階段的政策方向。